晚安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文嘉。突擊新聞，最新研究顯示，現代人快樂指數緊急下降，嚴重影響市民健康。我哋請嚟心理專家陳博士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博士。全人健康係一個推動全面健康嘅活動，強調身心靈嘅平衡同埋協調。呢個理念係關注身體健康嘅，透過各個活動同埋教育計劃，希望提升公眾對健康生活嘅認識，鼓勵個人同埋社區嘅共同參與，提高整體生活嘅質量。我而家到街上訪問同人關係今日嘅申請。小姐你好，我哋係 YBN 電視台，請問你今次嘅申請點樣啊？唔太好咯，最近個氣氛差咗好多啊，周圍都係咁樣，而且大家有好多嘢做，而家都市人真係好大壓力㗎。可以用嚟放鬆嘅時間又好少，你叫我哋點樣開心起嚟呢？你唔係個人扮。好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。心理嘅健康非常重要，無論自己或者他人做緊嘅嘢，都可能對人哋造成傷害。我哋應該重視身心健康，學會關心自己同他人。好，6點半新聞報告到此為止，感謝收看。